最近有好多人咧，佢揾我咧，係問我關於流年化病啊，咁好多係健康嘅關注啦。但係如果佢本身係個病係一個嚴重啲嘅病，又或者咧係即係帶有危險性啦，又或者係一啲長期性嘅病患咧，其實要做嘅並唔係流年化病，而係咧認真咁樣去睇一次風水咧，因為好多時咧係同你間屋本身基本性嘅問題有關。呢一啲咧唔係認真咁樣去睇一次基本嘅嘢咧，係譬如係坐向啊，佢嘅門主做風水路啊，或者係其他有冇刑煞嘅問題。咁呢一啲咧唔去認真咁樣去研究下間屋咧，係冇辦法改善㗎。咁呢個係因為我係嘅經驗之談，係重視健康，健康有嚴重問題嘅，係應該要正正經經咁睇風水，就唔係擺流年風水咯。